首先我想同各位道歉啦，因為我正話咧係幫手嗰啲請願嘅人士咧去揾阿孫明揚局長，咁咧就一時之間咧就翻唔到嚟，咁我首先係喺度向所有嘅人表示我嘅道歉，包括主席在內。動議你嘅議案。係，主席，我動議通過刊載於議程內嘅議案，就係遺憾人大常委會釋法嘅議案。係咪讀埋？咁咧就多謝大家嘅忍耐啦。咁其實呢一個議案咧喺提出嚟嘅時候咧，都係經過風風雨雨。咁我都想略為喺度咧解釋一下。原本咧我係希望咧各位同事啦係即係對於呢個人大常委會嘅兩次嘅釋法嘅決定，包括埋第三次即係最近呢一次嘅釋法決定咧係唔接受嘅。咁但係咧礙於呢一個所謂議會嘅規程啦，咁主席咧就即係認為咁樣係唔合適嘅咁樣。咁所以而家個議案咧就變咗咧係表示遺憾同埋要求人大常委會撤回上述兩次嘅釋法有關決定。呢兩次嘅釋法決定咧係1999年同埋2005年。喺我嘅睇法，議會嘅第一個嘅功能就係議政。如果連議政嘅自由都冇嘅話咧，呢個議會咧係好難去反映民意。呢個議會裏邊有各種各色嘅人，有各種各色嘅意見。但係如果話一個議會裏邊有某一啲嘅嘢係唔講得嘅咧，即係我老實講，我真係前所未聞。所以咧喺今日嘅辯論裏邊，我唯有再重申我嘅講法，就係其實呢一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嘅常務委員會，即係人大常委會啦，過去嗰兩次嘅釋法，1999年嘅釋法同埋2005年即係最近呢一次嘅釋法係唔應該嘅。而呢個香港特區政府係無視呢一個基本法嘅規定，即係158條嘅規定，係竟然間為咗佢哋嘅政治嘅好惡，為咗呢一個中共政府嘅政治嘅好惡，係不惜違反158條嘅規定，係悍然呢一個直情係向中共政府提交呢個所謂釋法嘅請求，係違反基本法。大家可能覺得冇喎，呢個人大常委會係有呢個基本法嘅解釋權同修改權，呢個係冇人再拗㗎啦。個問題就係到底邊一個係應該啟動呢一個嘅釋法權同埋呢一個修改權咧？喺我睇上嚟，喺呢個解釋權裏邊就好清楚。其實解釋權嘅啟動喺158條嗰度咧，係寫明咗咧，就係喺呢一個香港嘅法院審理案件嘅時候，如果呢個有個法官，終審庭嘅法官覺得喺呢個終局判決之前，佢覺得有一啲嘅案件有兩類嘅，一類咧就係中央管理嘅事務，另一樣咧就係中央同香港之間關係嘅事務。佢覺得喺終局判決之前咧，佢係希望人大釋法嚟解決嗰個疑難嘅話咧，係可以嘅。但係喺第一次1999年嘅時候咧，係好離譜，就係喺呢一個人大嘅意見好強烈，有意見之下，呢一個終審庭嘅法官通過呢個獨立嘅司法權去體現香港嘅自治權嘅時候，呢個中央
同埋香港政府，即係董生嗰個政府，而家冇咗啦嗰個政府，係私相授受。佢竟然間係叫人大主動釋法，呢個好明顯係將呢一個基本法第158條裏邊所設嘅機制，一個啟動嘅機制，係徹底咁摧毀。喺呢一個議事堂裏邊，竟然間係冇辦法對呢一件咁嘅違憲嘅事件係表達到意見，表達到個公正嘅意見。喺當時嚟講，人大釋法呢一個咁差嘅嘢，人大違憲嚟釋法咁差嘅嘢，就喺翻呢個議事堂裏邊，竟然間係得到多數嘅支持。1999年嘅釋法係非常之醜陋嘅。各位同事喺返工嘅時候，而家每一日都經過都見到喺下邊有呢個居港權嘅人士喺度爭取佢哋嘅權利。據悉，佢哋而家有8000個人。呢一件咁嘅釋法嘅案件，之所以係令到政府可以通行無阻，係因為政府係講大話。大家都知道，政府嘅官員全部坐晒喺嗰邊，即係呢度。而家今日得2個啦，今日冇乜嘢大件事，全部坐喺度話俾大家聽，佢哋得到好科學嘅數據。如果居留權即係基本法第24條個釋法嘅結果，即係終審庭嘅判決嘅結果係要落實嘅話，係會有160幾萬人嚟香港。